停手。如果你平時煮急凍水餃，習慣水滾先落鑊，咁你就大錯特錯啦。好多街坊同我呻，老林，點解我煮親水餃都係皮開肉綻，夾起嚟得反張皮，啲肉跌晒落湯度，變成一鍋麵粉漿，請親戚食飯嗰陣，真係面都黃晒。你以為係隻水餃平，多唱錯啦，係因為你用咗煮新鮮水餃嘅方法去煮急凍水餃。急凍水餃如果你用滾水落，外面嘅皮熟咗，入面粒肉仲係冰嘅，結果係點？你以為熟咗撈起嚟食，其實入面啲豬肉仲係半生熟。醫生提醒過，食咗未熟透嘅豬肉，分分鐘有寄生蟲同細菌，特別係老人家腸胃弱，食完屙嘔肚痛就無謂啦。今日老林教你一招冷水煮餃法，完全唔使睇火，煮出嚟粒粒飽滿爆汁，好似酒樓水準咁。仲有成盒好多急凍水餃，鈉含量超標，食幾粒就血壓爆表。影片最後，老林教你點樣避開高鈉陷阱，仲送你一個低鹽好味嘅煎醬秘方。想食得健康又好味，即刻去片。點解急凍餃子咁難搞？大家諗下，呢粒嘢喺-18度嘅冰格攞出嚟，硬到好似石頭咁，佢個皮嘅水分已經結晒冰。誤區一，千祈唔好滾水落，冰火兩重天。好多人習慣水滾落餃子，你想下，水溫100度，餃子-18度，呢度嘅溫差足足有120度，這簡直係冰火兩重天。個皮一撞落滾水，即刻受熱膨脹，但入面肉仲係一炆，結果係點？外皮熟到爛，入面仲係生勾勾。你以為煮熟咗，其實你食緊半生豬肉啊！細菌就係咁食落肚。誤區二，咁凍水落得唔得？浸死變漿糊。又有聰明嘅街坊話：老林，咁我凍水落，慢慢煮咪得咯。多唱錯啦，仲衰啊！你將粒餃子浸喺凍水度慢慢煲，個皮浸得太耐，澱粉質溶晒出嚟，未煮熟已經變成漿糊。到時唔係食餃子，係食麵粉湯，黐底黐到你懷疑人生，夾都夾唔起。誤區三，全程大火狂滾。洗衣機災難最後一個死因就係全程大火，水太滾，啲水花係咁翻滾，粒餃子喺入面好似入咗洗衣機咁，左撞右撞。急凍餃子個皮本身就脆，邊經得起咁撞？煮完出嚟，皮肉分離，得個殼，滾水落又爛，凍水落又黐，大火煮又散。老林姐，咁即係無得救啦。淡定，其實只要控制好一個溫度，同埋做多一個動作，急凍水餃都可以煮出嚟滑溜過剝殼雞蛋。呢個方法，連最挑剔嘅北方餃子館師傅都係咁用。想知係點？睇住嚟做。選購攻略，老林教你避坑。喺煮之前，你要先揀一包好嘅餃子。老友記，去超市記得睇呢3點，睇雪箱。如果袋入面好多碎冰，啲餃子黐成一嚿嚿，千萬唔好買。呢啲係運輸過程溶過雪再雪反，水分流失晒，煮嗰陣極易破皮。睇成分表，揀一啲鈉 sodium 含量低啲嘅。好多急凍餃子為咗好食，加咗好多鹽同味精。老林建議大家揀標榜無添加、味精或者低鹽嘅。睇生產日期，急凍嘢雖然保質期長，但係超過3個月嘅皮質會變脆，口感大打折扣。老林獨門秘技，煮法5步曲。第一步，
水量要足，神秘配方水一定要多，要浸過餃子2、3倍。呢個時候加一細匙鹽，鹽唔單止係調味，佢可以令蛋白質凝固，等個皮更煙韌。再加幾滴生油，油會喺水面形成保護膜，防止餃子互相擁抱黐埋一堆。第2步，80度魚眼水落鑊唔好，等水大滾，見到鍋底冒起好似魚眼咁大嘅細氣泡，但要80度。呢個時候落餃子，溫差最柔和，皮唔會受驚爆開。第3步，推動水流落鍋之後，唔好直接用鏟去撩佢，用湯殼背順時針，輕輕推動水流，等餃子跟住水旋轉，咁樣唔會傷到皮，又可以防止沉底。第4步，凌勻3點水，當水開始滾，加半碗凍水。第一次降溫，令熱力滲透入肉餡；第2次強化皮嘅彈性；第3次確保徹底熟透；第5步最後一招，焗，見到隻餃子變到大肚婆咁鼓起，浮晒喺水面，熄火，唔好即刻撈，利用餘溫焗1分鐘。呢一步係等皮收縮，將肉汁鎖喺入面。黃金燒製神仙水，趁住餃子喺度焗桑拿嘅呢1分鐘，千祈唔好發呆。老林教你整一個黃金燒製神仙水，好多人食餃子覺得滯，食完頸渴就係因為個醬調錯咗。跟住我呢個配方，提鮮護血管，仲要好食到停唔到口。第一味陳醋唔係白醋，餃子皮係澱粉，肉係蛋白質，老人家消化慢，好易頂住個胃，一定要用陳醋做底。落2大匙，陳醋夠純，唔會酸到乸喉，佢可以幫你分解澱粉，中醫叫酸味入肝，食完個胃舒服晒。第2味老薑絲，驅寒寧魂，急凍豬肉始終寒濕重，切多啲薑絲落去。記住食餃子嗰陣要連埋薑絲一齊咬，嗰種辛辣味一爆出嚟，即刻去腥散寒。冬天食完成身暖粒粒。第3味減鹽豉油，點到即止，豉油意思就得啦，少少調味，千祈唔好成兜倒落去。我哋要食餃子嘅鮮味，唔係食豉油味，揀啲減鹽嘅，血壓穩陣啲。第4味秘密武器亞麻籽油，血管清道夫，好多人慣咗落麻油，老林教你升級，滴2滴亞麻籽油，呢個係液體黃金，含有豐富嘅Omega 3，幫手清血管垃圾。佢嗰陣堅果香味，比起普通麻油更清香更健康。老友記，如果你想食辣，千祈唔好用超市買嗰啲現成辣椒油，嗰啲好多都係劣質油加色素加香精，食落肚係加重腎臟負擔。想食辣，聽老林話，切2粒新鮮指天椒落去，嗰種辣係清爽嘅，食完出發汗，排毒又醒神，搞掂。時間啱啱好，你睇啲餃子隻飽滿，蘸埋呢個神仙水，皮滑肉嫩，酸辣開胃，呢啲邊度似急凍餃子，簡直係5星級享受。街坊們，今晚即刻試下。大家平時中意食咩牌子嘅餃子？或者你有冇試過啲乜嘢中伏經歷？留言同老林傾下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段片幫到你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林氏有方，並分享俾你身邊嘅老友。我係老林，祝大家餐餐好胃口，身體健康。我哋下集見。